市面上羊香粿品种是袂少，台南北门连续5档伫羊香粿品鉴得到头名农友粿面皮，最近市种新品种较好，食起来真脆，甜度嘛真悬。但若品质产量稳定，就会当卖咯。也毋过已经有袂少人先来注文。台南市羊香粿种植面积是全台第一。其中北门区是上大的产区，当地林的温差较大，加上土壤特殊的海盐地质，种出来羊香粿品质拢真好。最近也有新品种准备要推出。目前是算原来是试验当中啦，甲其他的果实来比较的话，品质应该是拢袂安怎歹啦。只要采收也有到迄个适度的话，其伊的品质拢会出来。虽然粿面皮是传承老爸技术甲品牌，毋过一直求新求进步，伊改用有机肥料、减少农药的方式种植，已经连续5年摕到北门羊香粿评鉴的第1名。侪消费者拢抢要来注文伊种的羊香粿。品种来讲，伊这支石好是较大个性，口感就是互你食起来就是脆脆，安尼食着互你感觉足舒爽的安尼啦。伊外观就是较椭圆形，外面有一斑纹。目前新品种的羊香粿搁伫咧试种的阶段，待品质产量稳定了后，就通正式上市，互大家食看卖无共口味的羊香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国内